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嗶哩吧啦 Reads。今日呢一集，我想介紹一本書，書名叫《自由在左，命運在右》，哲學教我們抉擇。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陶國璋先生。呢一本書要探討幾個歷久常新嘅哲學問題：人到底有冇自由意志？咩嘢係命運？自由意志同命運之間又有啲咩關係呢？而我哋嘅人生到底係俾各種力量牢牢決定咗，定係擁有真正改變嘅可能？呢一本書好系統咁梳理咗由古至今、由東向西嘅各種決定論同埋對自由同命運嘅睇法。佢唔單止幫助咗我哋理解自己點解會做出某啲決定同選擇，更加令到我哋思考喺呢一啲限制之中，我哋仲可以擁有幾多自由，而我哋又可唔可以透過覺察同選擇改寫自己嘅人生劇本呢？我會將書入邊嘅一啲重要概念都詳細講解出嚟，同大家一齊思考。首先，書一開始就拋出咗幾個核心問題：自由意志到底存唔存在？我哋可唔可以主宰個人命運？呢一啲都係非常之複雜嘅問題，就等我哋用唔同嘅決定論開始講起。第一係因果決定論。因果決定論係一種冷酷嘅世界觀，世界就好似一台巨大嘅機器，充滿咗因果鏈條，由一塊樹葉跌落地下，去到你尋晚食咗啲乜，都係比之前嘅因果緊密咬合。牛頓嘅力學世界就好似一場永無止境嘅舞蹈，而舞步一早已經排好，冇人可以改動一步。自然法則就好似嚴格嘅監工咁，畀咗初始條件，而未來就好似一本寫好嘅書，冇人可以改動一隻字。呢一種決定論嘅影響係好深遠嘅，佢令到我哋反思，如果一切都係因果嘅必然結果，咁我哋嘅選擇係咪只係一種幻覺？當我哋以為自己喺度決定，其實只不過係物理過程嘅必然結果。書入邊用咗好多日常生活例子嚟到說明，例如我哋以為自己隨機選擇咗今日食啲乜，其實背後有無數嘅因果因素喺度影響，包括心情、環境、過去習慣等等。呢一啲觀點就令到我哋感覺到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演員，按照人生嘅劇本行完咗一生。因果決定論去強調每一件事都有前因後果，環環相扣。牛頓嘅力學將宇宙描述成一個精密嘅系統，一旦知道咗初始條件，就可以預測所有嘅未來。書入邊解釋呢一種冷酷嘅世界觀，就令到我哋睇到世界唔係隨機嘅，而係有嚴格嘅因果規律喺度運作。第二就係物理決定論，呢一個係因果決定論嘅延伸。宇宙畀物理規律嚴格控制，由星球嘅軌跡去到人嘅心跳，全部都係遵從物理定律。拉普拉斯曾經話，如果有一個智者知道宇宙每一個粒子嘅位置同埋動量，就可以預測所有未來事件。物理決定論將宇宙睇做一幅更加宏大嘅圖景，宇宙就好似一台精密嘅機器，所有事件都有確定性嘅因果關係。如果宇宙一切都係物理定律嘅結果，咁我哋嘅選擇係咪只係幻覺？我哋以為自己喺度做緊決定，其實只不過係一個物理過程必然結果。咁樣係咪就代表一個擁有無限計算能力嘅存在，例如係 AI，就可以預知到未來嘅一切呢？之後就係生物決定論。生物決定論就講話我哋嘅行為係由基因、荷爾蒙同埋大腦結構去決定。無論你點努力都好，結局都已經早已注定。生物決定論就強調人嘅性格、傾向甚至命運都深受生物因素影響。我哋嘅 DNA 就好似一張藍圖咁，決定咗我哋好多行為模式。書入邊用咗好多科學研究嚟說明，例如有啲基因變異就會增加上癮風險，或者一啲大腦結構會影響決策能力。呢個亦都令到我哋反思，我哋以為嘅自由選擇有幾多係生物因素喺背後推動緊呢？之後就去到社會決定論，我哋畀社會規範、文化、階級、教育同埋環境所塑造，就好似一張無形嘅網，將我哋牢牢困住。社會決定論就指出，人嘅行為深受社會結構影響。你出生喺啲乜嘢家庭，受過乜嘢教育，喺乜嘢文化之中成長，
都會深深咁影響我哋嘅選擇同埋人生軌跡。例如，如果係一個生活喺戰亂世代嘅共產主義國家嘅貧困家庭嘅細路仔，佢大個追求嘅可能係穩定，但係如果係出生喺現代美國嘅小朋友，佢重視嘅就可能係自由。我哋重視嘅價值觀都係奠基喺外在世界或者社會帶畀我哋嘅感覺。之後就嚟到心理決定論。心理決定論就話我哋嘅選擇係受潛意識、童年經歷、慾望同埋恐懼驅動。弗洛伊德就認為好多行為都係潛意識喺幕後操控。心理決定論就令到我哋反思，我哋以為嘅自由選擇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童年創傷、壓抑慾望或者係習慣性反應嘅結果。跟住最後就嚟到神意決定論。咁就神意決定論呢，就話一切都係上帝或者神明嘅旨意，你嘅出生、遭遇甚至死亡都一早已經被安排好。呢一種決定論喺宗教傳統之中非常常見，佢畀人一種安心嘅感覺，就係人生雖然會有苦難，但係一切都喺神嘅計劃之中。不過其實神意決定論一直都有個矛盾。因為呢個理論認為一切嘅事件係交由神嘅旨意預先決定，人嘅自由意志受限係唔存在嘅，一切事件都只不過係神嘅全知全能所決定。但係全知就表示神可以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知道一切事物嘅因果關係。既然係咁，人根本就缺乏咗自主嘅可能性。但係咁樣呢，就會同道德責任概念互相矛盾，因為道德係一種責成性 obligation， 係必須要預設行動者擁有自由意志，即係我以我嘅自由意志嚟承擔我嘅行為後果。但係神意決定論就假設咗所有行為都係由神去決定，亦都即係話由個人對其行為嘅道德責任就會變得好模糊。如果一個人犯罪係神嘅旨意，咁佢仲應唔應該承受道德後果去坐監呢？如果一切都係由神去決定，懲罰嘅正當性就會受到質疑。一個人做善事或者係犯罪都好，呢一啲如果都係神嘅旨意，咁我哋就唔可以為我哋嘅善行獲得讚賞，同時亦都唔可以為惡行承擔責罰。進一步嚟講，神意決定論暗示咗人類係冇能力改變行為結果，而呢一種觀點就可能削弱個人對道德進步嘅追求，會鼓勵責任感同埋改進嘅社會價值觀有衝突，令到社會責任同埋道德責任嘅基礎動搖。所以幾乎所有主要宗教其實都預設咗人係有自由意志嘅。基督教嘅人就會因為自由意志，先至可以決定到底佢自己選擇相信定係唔相信上帝，然後先至會講到救贖或者係死後嘅天國。伊斯蘭教入邊，古蘭經就反覆強調人會為自己嘅選擇負責，而佛教就雖然講緣起、講無我，但係業卡瑪仍然建立喺佛性嘅覺悟之上。如果冇佛性，亦都即係冇自由意志，人就冇覺悟嘅基礎。不過其實佛教對於自由意志嘅睇法係好獨特嘅，佢唔否定因果，但係亦都強調透過修行，我哋可以超越因果嘅束縛。佛陀教導我哋，雖然過去嘅因會帶嚟果，但係當下嘅覺察同選擇就可以改變未來嘅方向。轉識成智係一個重要嘅概念，亦都即係透過修行，我哋可以將凡夫嘅妄識轉化為智慧，從而獲得真正嘅自由。佛教強調無我同埋緣起，就認為執着於我係痛苦嘅根源。當我哋睇清楚五蘊皆空，就可以由因果嘅輪迴之中解脫。佛教嘅自由唔係逃避因果，而係喺因果之中清醒咁選擇。書入邊亦都有提到禪宗等等嘅修行方法，去幫助我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實踐自由意志。透過正念觀照就可以打破習慣性思維，活出更加有覺醒嘅人生。咁簡單總結下呢個部分，就係決定論同自由意志同命運嘅關係，可以由多個層面去理解。自由意志之所以重要，唔係因為佢一定存在，而係因為我哋所有道德、
法律、儀式感、專業同埋希望，都建立喺我哋有某種程度嘅自由呢一個假設之上。一旦呢個基石被徹底抽走，咁成座大樓就會搖搖欲墜。而呢一啲決定論睇落好抽象，但係深深咁影響我哋對人生嘅睇法。到底我哋係自由嘅主宰，定係命運嘅棋呢？嚟到下一個部分，就係西方哲學家嘅睇法啦。西方哲學家對於自由意志嘅討論非常之豐富，由古希臘嘅亞里士多德去到近代嘅康德，佢哋都不斷咁討論呢個問題。硬性決定論就主張一切都係被決定嘅，自由意志只係一種幻覺；而語性決定論就認為，就算存在因果，我哋仍然可以喺某啲範圍內擁有自由選擇。兼容論就試圖調和決定論同埋自由意志，認為兩者可以並存。而康德就區分咗現象界同本體界，喺現象界就會受因果律支配，但係喺本體界人就擁有自由意志。而薩特嘅存在主義主張，人就必須透過選擇去創造自己，存在係先於本質嘅。呢一啲哲學觀點就令到我哋反思，喺現代生活之中，我哋嘅選擇到底有幾多係真正嘅自由？例如，我哋以為自己隨機選擇咗職業，其實背後就有無數嘅社會同埋心理因素喺度影響。而喺現代社會，我哋就面臨前所未有嘅好多決定力量去決定咗我哋嘅未來。譬如係基因、環境、演算法、社群媒體等等，佢哋都靜靜雞咁塑造緊我哋嘅選擇。但係作者亦都強調，了解各種決定論其實唔係為咗消極接受命運，而係為咗更加有力量咁選擇。真正嘅自由係嚟自我哋不斷嘅思考。其實我自己都唔係一個相信有自由意志嘅人嚟嘅，雖然我真係好想相信人係有自主性。但係感覺上，我哋嘅思考同埋行為其實都係受到物質上嘅嘢影響。理論上，物質只係會影響物質，而如果靈魂或者思想呢啲咁高尚、咁非物質嘅嘢，咁點解我哋會接受全身麻醉嘅時候，俾人打支麻醉針就已經即刻冇咗意識呢？又或者喺吸毒、飲酒可以為我哋帶來快感，同時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思考。不過，我覺得就算信唔信有自由意志都好，我哋嘅存在本身可能就係一個不斷去尋找答案嘅路途，所以唔代表我哋可以消極咁樣俾命運為所欲為而放棄自己。而眼見到嘅事實亦都證明咗人其實係有改變嘅能力。喺現代生活之中，我哋可以透過冥想、正念練習、讀多啲書、睇多啲哲學、培養自律等等嘅方式，逐啲擴大自己嘅思想範圍。或者我哋唔使俾任何一種決定論完全綁住，無論過去嘅因果幾咁沉重，至少喺感覺上，我哋好似仍然擁有當下選擇嘅權利咁。希望我哋都可以喺呢一條由命運行向自由嘅路上保持覺察。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嘅話，都好歡迎同我一齊去討論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